再来看这个高雄的警方呢，是来抓到一个组织完整，而且这人数上济的卖毒的这个集团。这个集团伊的分工真有路，接单啊、送货，甚至是接电话，拢有专人来负责。而且呢，这外送还阁会当抽成，甚至是用员工价来买毒品。这专案拢总是抓到20外个人，其中有6个拢是未成年。 站住！抓你人！警察一路对卖毒集团的送货员来到交汇地点，随出手压制抓人，果然伫车顶超出大量的毒品。高雄市刑警大队去年办几落件毒品案，发现幕后哪像有集团伫咧操作。警方经过半年的追查，发动8届敲锤，唔但前后拢总抓到20几个人，佮抄到安非他命、K 他命、强势混蛋等等的大量毒品。警方估计，干那这半年卖毒集团的不法所得超过500万。蹲下！ 蹲下，站好。警察，蹲下！这个卖毒集团分工真有路，无论是接单、派单、送货、收钱，拢有专人负责。刑警大队表示，无论组织的规模还是人数，拢是因这几年上大件。警方强调，集团用外送员接单超过基本数，会当抽趴数的做法，甚至佫附近员工价来买毒，请少年仔来送货。伫咧20几个嫌犯内底，有6个是未成年，其中有3个都是哪趁钱哪食毒。线上客服人员，还有包含这个收取这个贩毒赃款，还有这个在组织成员间，在管理人员都有专责人员在负责。算历年来我们在查缉毒品在分工，算是组织最完整以及人员数最庞大的一个贩毒集团。卖毒集团包括姓市的主嫌在内，拢总7名嫌犯，拢已经被法院裁定羁押。警方也提醒家长要加关心囡仔伫咧外面交朋友、甲找工课状况，唔通因为一时的无细致，就去行歹路。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场报道。